香港朋友注意呢單真係最新福利，唔睇隨時走保錄。以前好多港人北上買醫保，最卡就係居住證，要房產，要租約，仲要住滿半年，搞到一半人直接放棄。但而家規則已經變咗，只要你有回鄉證、大陸電話號碼，就可以申請深圳港澳台居住證，完全唔需要房產，唔使住滿半年，門檻直接大降，流程仲簡單到誇張，資料齊最快20分鐘搞掂，大概10日就攞到證。拿到證之後重點嚟啦，你就可以參加深圳居民醫保，每月只要45蚊，報銷最高90%，覆蓋睇病住院、牙科體檢都用得，重點即日辦理即日生效，有咩事即刻用，唔使等。不過記住一個重點，女首次參保少於等於55歲，男首次參保少於等於60歲。如果超齡點算？唔使驚，可以轉去辦廣州居住證，再買廣州醫保。廣州醫保優勢，無年齡限制，60除以70除以80歲都可以買。一句講晒，深圳等於平加快加報銷高，廣州等於無年齡限制，兜底方案。想知要準備咩資料？點樣申請最快？自己符唔符合？可以 PM 我66，睇下幫唔幫到你。唔好自己亂搞，分分鐘走冤枉路。